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下晡去拜会民众党团，希望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间呢会当有良性的互动。不过，民众党立委就当面甲讲，行政院若准备针对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复议，可能会增加朝野对立。另外，监察院也当咧抗议这项法案违反着权力分立，和南北两党的总调拢提出被废除这监察院的主张。法律学者就表示讲，若准备废除这监察权，就要修宪标准是真悬，而且也要有社会共识。连续2天组团拜会立法院，行政院长杜永泰伫施政报告前一天，总算甲民众党团见面。杜永泰落软表达希望行政院甲立法院之间会当有好的互动。我们一起来推动福国利民的政策，把一些争议性的暂时可以搁置在一旁，也拜托各党团也能够这样的来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政策法案，共同的来努力。现在看起来，除了加剧了朝野这个对立之外，立法院的席次你也看得出来嘛？哈，这个复议案过的可能性老讲是不高啦，对不对？哈，所以理性跟感性想一下。民众党立委当场讲，行政院若对立法院最近3读修正的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复议，朝野对立的情形恐惊更加严重，而且通过的机会无大。不过，杜永泰是无做评论。监察院顶一日嘛抗议国会这款法案违反权力分立，和南北党团总调集人两个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主张。不过，国民党内部有无共意见。党纲里面第1条其实就是五权分立。那我觉得党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未来如何调整还涉及到修宪的问题。咱国宪法内底就明定5权分立，若要废除监察权，就要启动修宪。不过，根据宪法征修条文，修宪都要经过1/4的立委提议，3/4出席，出席委员的3/4决议，才会当提出宪法修正案。公告半年了后，还阁经过选举人投票复决，而且有效的同意票要超过选举人总额过半，才有可能成功。条件是真无简单。如果各党都有共识的话，应该要想办法把它落实啊！要修宪，不要只修一点，就要整部来修。委员要借由修宪的程序来讨论，要废除监察院、考试院，我们都没有意见。比较重要的是说，在还没有修宪之前啊，监察院还是一个宪政机关，调查权是属于监察院独有。监察院回应讲，应该尊重立委提案修宪的职权。不过，监察院存在一天就会尽本分，而且呼吁在野党无应该以煽动或者是甲预算冻结的方式来影响宪政机关正常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